今晚係陳宇橋同你睇天氣。一股偏東氣流今日影響廣東沿岸，本港今日大致多雲，部分時間有陽光。而今朝早嘅最低氣温係介乎17至到19度，日間天氣温暖，最高氣温升至23至27度，而上水更加係達到炎熱嘅水平。一股海洋氣流將會喺今個星期中後期為廣東沿岸帶嚟温暖、潮濕同埋有霧嘅天氣。跟住轉睇下而家氣温係20度，相對濕度81%。跟住到天氣先生嘅時間啦。預測係大致多雲，朝早最低氣温約19度，市區嘅最高氣温係約25度，新界再高1-2度。展望隨後嘅2-3日漸轉潮濕，沿岸有霧，週末期間氣温會開始下降。下個星期初早晚係天氣清涼㗎。咁今日我哋一齊上去內地睇下。一個低壓區正喺內蒙古以北逐漸發展，內蒙古嘅西部一帶風勢頗大，吹西風7至8級，陣風有機會達到10級或以上。咁中央氣象台今朝早就發布咗沙塵暴藍色預警，內蒙古西部同埋甘肅嘅西部呢，局部地區會有沙塵暴。咁隨住嗰個低壓區逐漸東移，東北地區未來2日將會出現雨雪天氣，黑龍江西部會有大到暴雪。長春市一帶會有雨或者雨夾雪，而哈爾濱市氣温呢就會逐漸下降，最高氣温由今日嘅13度降至星期4約1度啊。跟住睇下其他城市嘅天氣。廣州多雲，澳門明朗；廈門多雲，台北多雲；上海多雲；北京落雨；瀋陽驟雨；首爾多雲。大阪、東京多雲，曼谷明朗，吉隆坡、新加坡雷暴，雅加達雷暴，胡志明市明朗，馬尼拉天晴，墨爾本天晴，悉尼驟雨，布里斯班驟雨，惠靈頓大風，奧克蘭明朗，孟買天晴，新德里大風，卡拉奇明朗。溫哥華驟雨，三藩市明朗，洛杉磯天晴，紐約天晴，多倫多天晴，芝加哥天晴，羅馬雷暴，蘇黎世驟雨，巴黎多雲，法蘭克福、倫敦多雲，阿姆斯特丹明朗。天氣先講到呢度啦，各位晚安。